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补选，王凤仪以60519票拍败对手吴怡农，早起到广播电台接受专访，伊学到对手战力袂歹，讲两个人其实一开始的时阵民调争差无大。 但是伊轻走基前，加上主席朱立伦一直甲提醒，袂使伤乐观，伊正稳当一步一步安尼行，才来拍赢这场的选战。啊，那吴怡农这边早起是来启动车队，开始来下票。2024年是毋是会搁出来选立委？吴怡农讲感谢大家支持，虽然落选，也是会继续努力。 选举敢会选了受忝，成功补选的立委王凤仪赶到电台上节目险啊袂赴，以60519票接蒋万安的位。王凤仪讲上感谢是选民。 从明天正式开始，包括我们会去市场跟大家拜年，好谢票兼拜年。王凤仪对选举结果真满意，伫咧本命区上山区赢6000票，不过伫咧中山区煞输844票，嘛是民进党头一摆伫咧中山区领先，莫怪有的人会这样紧张。我老公比我还紧张。 他紧张要命，他还跟我讲说，他觉得他觉得有喘不过气来。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朱立伦主席他是第一个觉得有很大危机感的，补选的这个投票率会非常低。大家紧张不是无原因，王凤仪嘛讲到，深头啊和吴怡农实力无输无赢。我必须讲，吴怡农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对手。那份民调我没有赢吴怡农。 我事实上是跟他打平的。啊，那2024年，两个人敢会搁一摆争做是对手？王凤仪即马会先做好立委的角色。吴怡农加油！吴怡农加油！再战2024！无调的吴怡农出门下票，嘛无担2024。 我们的努力绝对不会因为败选而停止。那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工作还是要做。虽望也无规划，不过吴怡农敢会搁战2024，无够话打真严。伊家己爬上吉普车顶，搁一摆回到一个人的母亲，了帮伊后摆搁有机会会当中出江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